好啦，今日主要咧就去行泳灘，就去黃金海岸泳灘。咁啊，首先出發咧就由黃金海岸商場出發啦，屯門小欖道嘅。咁首先喺黃金商場上個平台影張相先啦，打下卡先啦。黃金商場一前一後咧就係黃金花園1期、2期咁樣嘅。呢個係黃金海岸酒店，啱先嗰度右手邊。如果揸車嚟可以泊喺黃金泳灘啦，個停車場好大嘅。舊咖啡泳灘都有咪標停車場，加多利灣泳灘都有咪標停車場嘅，青山灣泳灘都有，不過就唔係咪標停車場，收費停車場。因為佢青山灣泳灘近三聖村嘅，咁我今日就由黃金海岸商場出發，啱啱喺泳灘黃金泳灘嗰度上邊海濱啊影相啦，嗰度都有啲店鋪嘅。咁啊順住左手邊嗰度咧，嗰條海濱行去咧就係海豚嘅嗰邊，有海豚睇下嘅，但我就唔過去啦，因為我今日主要咧行泳灘，長一條泳灘，由黃金泳灘跟住去舊咖啡灣泳灘、加多利灣泳灘、青山灣泳灘咧，我睇下行唔行啦，因為青山灣泳灘咧就近三聖村啦，因為我又冇諗住喺三聖村食，我諗住返黃金海岸商場食披薩嘅。咁啊，黃金泳灘跟住隔離就係舊咖啡灣泳灘啦。望過對面度咧，側邊由右手邊望去啲樓咧，就係近屯門碼頭嗰邊啲樓嚟㗎啦。係啦，呢邊都係屯門啲樓嚟嘅。有時就算唔游水咧，過嚟行下都好舒服嘅，因為個泳灘呢段路好長一段泳灘咯，幾個泳灘連埋一齊嘅，好舒服嘅，行下都。其實今日都係4點零鐘咋，不過天氣因為由於你都知啦，秋天就嚟轉冬天添啦，所以天氣都比較容易入黑咯，兼且今日天氣都有少少灰蒙蒙咁樣啦，冇乜太陽啊。好長一段泳灘，咁啊海灘都好長啦，望開去。其實對面嗰邊係東涌嘅，不過灰蒙蒙睇唔到乜嘢咯。望開嗰度有個島咧，右手邊嘅島咧，呢個係龍珠島嚟嘅。咁上面嘅島就係呢邊就有啲3、4層高嘅 house 啦，應該係疫情嗰陣落成嘅。呢個咧就係舊咖啡灣咪標停車場啦。上人打張卡啦，方便大家過嚟嘅時候可以泊車，揀泊喺邊個泳灘啦。咁行落嚟就係舊咖啡灣泳灘啦。舊咖啡灣泳灘咧，呢度有啲石咯。另外仲有一個好似女王頭咁樣嘅，我唔知係咪叫女王頭。
咁呢個就係加多利灣泳灘啦。加多利灣泳灘就細啲。咁再往前少少咧，就係青山灣泳灘啦，就非常近三聖村啦。咁如果大家想去三聖村海鮮食海鮮咧，咁啊行埋過去就好啦。不過我咧今日就冇諗住去三聖村食海鮮咯，諗住返黃金海岸商場食披薩，所以就唔行啦。最後個泳灘返嚟到黃金商場已經夜啦，有啲燈飾啦，順便打下卡啦，影一影夜景啦。下邊好多餐廳㗎，如果大家想食西餐啊，喺呢度食係最好嘅咯。呢段路喺黃金商場平台影嚟嘅。